切家界生命係上帝本該機會，生菜些上哩，切家愛來是奉上帝，上帝本切家機會，切家愛何來用切家界生命，一天愛來做父。切家界生命係上帝本該機會，生菜些上哩，切家愛來是奉上帝，上帝本切家機會，切家愛何來用切家界生命，一天愛來做父。上帝
繼閃相思，上帝安排本愛最好。我繼閃相思，上帝本愛係最接好。我繼閃相思，這屬上帝本愛最好，最接好愛得到。愛讚美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講緊嘅行，上帝安錫你，哇！感謝主，感謝阿姐阿嫂兄弟姊妹，按中心來每集拜六來拜主嘅，感謝上帝，上帝祝福阿們。可能要提啲來喺，如果上帝祝福，我相信自家來到你，可能要撲約嘅，要不平嘅，但係我相信，即使自家來到主嘅面前，係自家嘅信心，自家接上帝嘅話語，自家嚟讚美上帝，自家得到上帝嘅福氣，阿們，得到上帝嘅善賜，阿們。要獻賜嘛，自家嚟拜主；要真心嘛，自家嚟拜主。係就是破潮向不著數上帝。自家嚟祈求，自家嚟讚美上帝，自家嚟禱告。哈利路亞！我親愛嘅天父，在耶穌基督嘅名，我都是感謝你見當召，我都是由來呢啲會眾，更我都係偏召姊妹，由你車車嚟拜主，由你車車嚟喜樂，和你車車嚟歡喜，你係主嘅恩愛本嚟都是，我都按感謝主，拜一到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一日上帝要看顧，上帝要牽嚟，上帝冇變係我，所以見下照那，我都是一條心，但我都渴慕嘅心，但我都妒忌嘅心，但我都係善心，我都嚟主嘅面前，我都嚟祈求，我都嚟讚美，我都嚟敬拜，自家相信，自家準備好，自家齊齊嚟講，阿門。好，謝我主耶穌，殿下照君而殺，自家嚟講一句笑
送给他上帝安樂意，上帝祝福你阿們，哈利路亞，上帝對自己安好阿們，哈利路亞，一相信主耶穌對自己安好，漸漸好，來信耶穌漸漸好，漸漸好，來信耶穌漸漸好，哈利路亞，拜天拜地拜三拜四拜六拜日，日在拜漸漸好。
Jasu Itet cảm ơn ai đâu xa lời chân mùi nhì Hallelujah Urabashe karabashe Jasu Jasu ai đâu xa lời xe nhì chú Jasu Y fui ai đâu xa cây xì Ô cảm chia ni chú Giêsu Hallelujah Giêsu Giêsu cái dung cha Fui ngã cái sim li Ô Giêsu Giêsu cái dung cha Chúa Giêsu chúc phúc ngài đâu xa lời xe như Giêsu Giêsu cái dung cha Fui ngã cái sim li Oh Giêsu Giêsu Chúa Giêsu
Ngài theo lùng giao Chúa, ngài theo lùng giao Chúa Giêsu. Hallelujah, hallelujah. Ora baraya la baraya la bu, baraya la baraya la bu. Ngài tôi相信见到就有神迹发生，ngài tôi有一隻神蹟來到主耶穌嘅面前，主耶穌能夠俾ngài tôi最後嘅恩典，有無限約嘅，有無限不平嘅，mà cái平如何？在耶穌基督嘅名得到醫治，在耶穌嘅鞭傷，一個平得到醫治，一個身體得福，身體得健康，那個平如何？主耶穌奇妙嘅主，但一平很少，在耶穌基督嘅名。得到強嘅精神，得到強嘅力量，得到新嘅精神。因為我對前嚟嘅主能夠做應驗，我要講我可能對主耶穌。因為我都要盼望嘅人，我都要信心能夠對上帝嘅信仰，講下pour我哋嘅布施嚟，pour我哋嘅身體得福。在耶穌基督嘅名，信仰發生。感謝你主耶穌，感謝你嘅相信，無信約係得到強，無信要平通嘅得福，得到身體健康，有問題嘅上帝開路，上帝嘅平安快樂、喜樂充滿樂隆重嘅到日子嘅心中。感謝你主，今日當嘅到聽日嘅法，你先練夠乜隆重一個字，夠乜福音傳一法。為了我哋切切得一個最好嘅恩典，在耶穌基督嘅名，我哋感恩，我哋禱告，即刻切切嚟講，阿門。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前面，耶穌前面，耶穌強大，耶穌強大，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門，阿門。望要錯字時，講一及一啲背後啲，按數吉秒你錯到。阿門，講錯。嗱，見當照你錯人最得福嘅人，係咪呢？按當人人你錯，但係嘅幫幫隊隊冇能夠嚟到你錯，本工作幫隊，本身體幫隊，還有五啲咩幫隊隊最七七，冇能夠嚟到你，但係見當照，隆重兄弟姊妹嚟到你錯人嚟讚美主，嚟聽上帝嘅話。最好嘅恩典，最大嘅福氣，因為主耶穌準備將最好嘅福分享眾人達嘅，阿門。要渴慕嘅心，要度渴嘅心，熱天上帝伴你滿足，阿門。嗱，今係咪日了？3日計到5記得冇人，一個時間熱下啲過係咪啊？熱年當中3日2日，講一及一啲，翻了你幾多日啊？沙士嘅心讚美主，阿門。各位兩日一咩陣未做，日頭到日尾，上帝看大世界係特權，阿門。哈利路亞！我相信你見當朝按到新人來，感謝上帝看大你嚟到你世界聽呢個福音，世界你參加呢個聚會，你唔係匹人隆重世界上帝嘅安娜，阿門。哈利路亞！嗱，你日日很本講到信心大節家係特權，阿門。信心大是加係特性，因為呢一個本呢一個希伯來書Ibrani 11ที่27อันยังเงินกองดอ Ibrani 11ที่27อันยังกองดอลุงจง27ตัว係從信心嘅嚟，都係透過自己嘅希望嘅，
搶熱切是咁冇看到嘅真實，但係佢要，阿們。隆重熱切都係從信心，及自己嘅盼望，你係望要看到嘅，或者啲嘅信心都係自己嘅基礎。所以你信心你跌要嘅基礎，自己嘅基礎都要自己嘅盼望，要嘅盼望因為望看到，自己要有希望世界，阿們。哈利路亞。因為到聖經也講信心帶自己分娩，你嘅天體從冇嘅透過上帝講出嘅話變成要，阿們。嗱，隆重熱切，你一世間自己看到，你係看到要嘅，隆重從冇嘅來嘅，但係通過上帝講法變成隆重要，那都係上帝奇妙嘅手中做出嘅，阿們。有啲信心都係自己嘅基礎，及自己嘅盼望，隆重熱切看唔到嘅，都係用信心嚟看，看得到嘅，唔需要用信心。你一時見看得到，唔需要用信心嘅緊。有啲信心都係看唔到嘅，有乜嘢呢？自己要入盼望，用自己嘅心靈嚟去看佢熱天照，要入渴慕嘅心，上帝能夠顯出你需要嘅、你愛嘅、你渴慕嘅，就上帝嘅合字，佢能夠顯出在你嘅生命中嘅。阿們，哈利路亞。隆重熱切都係從信心嘅嚟嘅，信心對自己嘅基礎，但係要有盼望嘅啲。係冇盼望嘅人，按上邦嘅呢病嘅講了，冇盼望嘅人，呢日人係冇盼望冇希望，佢腳了佢係咪計？腳了佢到憤怒過度嚟講變成病 stroke 中風嚟講suicide CS 係咪計啊？sedih stress stroke selesai 啊！makanya jika ayo 盼望在主耶穌基督，隆重自己你哋相信主嘅，自己要盼望托少俾自己嘅主耶穌，哈利路亞。嗱，但係信心人需要那因門自己與世間嘅時候，從頭到尾要用我信心，所以自己嘅行動呢啲到出尾要用我信心，講一及一啲要有信心，阿們，要信心要盼望啊！哈利路亞！自己在上帝嘅方面要盼望，要前途，一天要上帝嘅恩典。阿們！在自己嘅生活中，自己扯家啲，自己要世間啲跑道，了夠流浪自養，跑到出面的要兩條路可走，一個天家路，一個出發之路。兄弟姊妹坐邊條路？願叫生命嘅路，冇得到願叫出發嘅路。阿們！話啲從頭到尾咩用我信心能夠帶自己去願叫嘅路嘅啲，在天堂嘅啲，阿們，哈利路亞！因為信心十分重要，信心能夠結天，時間亦係冇時間嘅啲，係吹背啲喺度，哈哈，係用我信心讓能夠帶自己過賺得安，阿們。我希望隆重啲錯嘅咧，見當朝自己睇我係用信心。揸本衝啲下，就出妹，自己揸本自己嘅信心，相信耶穌基督係自己嘅上帝，係自己嘅救主，係自己嘅天父，佢能夠帶自己進入天家。阿們，哈利路亞！有啲講一及一啲信心十分重要，因為而家進到天堂要用我信心。自己你係去，你從啊你去坤甸要用我搭摩托車，係冇啦？摩托車行路會幸福，過了你五啲路可以用啲，你下啲嘅做出嚟按正嘅句咁樣嚟去，節嗌嘅咪去，轉天堂路冇可用啲節單槍，用啲信心，將轉到安阿們，哈利路亞，轉天家冇可用節，啊每啲節係足樣到安，冇，因為世間啲人冇能夠做到安強。跟上帝做嘅東西，就能夠你用信心相信耶穌嘅救主，跟超人嘅 Google Map 能夠進到天家。講一個別啲信心信耶穌基督嘅救主就滿滿。阿們，有啲信心十分重要。今下嘅講到，但係話信心很重要呢？第一，信心能夠帶自己去永久生命。學少分自己係主耶穌。即刻做耶穌前人嘅做，我睇新出門ไปไกลติดไปให้ไว้กักกี่เต้า
兄弟姊妹嘅法，佢要讚美，佢講嘅係幫機唔有幫唔有錯，點節幫水唔有嚟，啲多lên幫唔嚟佢講，然後乜嘢呢？用唔係賺啊幫唔嚟哦，我嘅行前呢，dalam nama Yesus yang jatuh langsung lay水。咁明係講嘅，咁明嘅人嘅咁樣去講啊㗎，我佢講啊，啊你佢講嘅嘢，佢自己白㗎，佢講係破小本自己主耶穌，在耶穌基督嘅名樣啊，你幫佢人插天下淚水啊，奇妙麼？而家先論，佢就按到阿發嘅啊，無先通啊種啊，要兄弟行前去，禱告乜嘅春了佢福音乜嘢，禱告乜嘢係嘛？好。到了夠相信他哎呀，相我信他嘛係兩世啊，你係乜嘅平我冇人㗎，嘅錯等等啊發㗎。我所講我要嘅顯示嘅，唔係我家講出嘅，係咪？很要計嘅講係佢帶人包人紙去，買嘅小食，買嘅金，買去到嘅金店嘅啊，紙包係咩提挑到嘅鋼鏈啊，跌下去，唔知唔係買嘅啲啊。踢衝到跌下去，跌下去有啲事，佢金店面前熱收唔到，但係翻嚟轉，問啲嘅跌，嘅實現買金咪，因為啲嘅金店唔價嘅時候你買金咪，在佢面前嘅表人啊，主耶穌提醒佢講佢啲世界，阿們。你三回呢啲上帝照顧自家，自家做一字佢看顧了，千萬係講要信心對耶穌基督自家。要去到天家，即係用自家嘅信心，信耶穌基督自家嘅救主，阿們，哈利路亞。嗱，呢一個1哥林多15第2節按樣講到1 Korintus 15 ayat 2，透過信心，透過福音而得救，阿三而扎本，我傳出本意嘅福音，除非你浪費相信，你唔信意思，你都唔得唔到。呢一個福音你得救，透過呢一個福音你得救，你聽過呢一個福音你揸本你相信你得救，除非你浪費呢一個信心，你唔信意思啊，你都冇得到呢一個堅節講自家啲，有啲福音係咪呢？福音即係傳耶穌嘅恩典，傳耶穌嘅愛，耶穌安排嘅愛嚟到世間死世十字架，3日人後佢復活，為了咩呢？贖弄眾人類嘅罪，嗰就係福音，阿們。好消息比好消息要個好，阿們。哈利路亞。因為喺呢個羅馬書16節按樣講到，羅馬16，因為我有強嘅信心對呢個福音。福音都係上帝嘅大能，能夠救攏眾人相信佢咋？嗱，呢就係福音，福音都係上帝嘅大能，能救攏眾人相信佢咋？嚟晒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上帝嘅救主，一個生命得救，呢就係按照信心，阿們，信心能夠帶大家去尋求生命嘅路。就係在天堂，阿們，唔會跌到處罰。很叫人係咪呢？因為到呢羅馬17有人講到，呢個經書講，嚟撒相信耶穌唔會得到勝利。意思嚟講，嚟撒相信耶穌得救，唔會跌污穢，唔會跌處罰。相信耶穌即刻得勝，阿們，哈利路亞。嗱，呢係約翰35節人講到，每個人相信佢實得到永久嘅生命。啊，你嚟晒相信佢嘅？嗱，破少們主耶穌，相信佢實得到永久嘅生命。一就係講我信心，你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上帝，係一個救主，你得到永久嘅生命，去到永久嘅地方。阿們，哈利路亞。因為上帝嘅愛十分大，對人類嚟到世間死喺十字架，透過耶穌基督名，死了佢復活，佢翻生，為了贖世間人類嘅罪，冇隻名又叫世界了，單上呢隻名。因為在呢一個基薩拉所使徒行傳42，人用人講到，呢一個得救冇有呢隻名。在天下呢啲冇有隻名又叫世界，除了耶穌基督嘅名，
真有本切嘅人類得救，嚟晒相信嘅晒得救。世間你喺度，自家嘅家庭得救；世間你喺度，自家嘅平安、自家嘅樂得救。日後離開呢世間，自家嘅生命靈得救。上帝做千萬嘅，講一個別啲咩阿冷嘅，千萬嘅，係冇啦？個快幫機日下耶穌基督嘅名何事咧？係冇啦？上帝奇妙嘅上帝，阿們。信心十分重要。第二咧講係咪？因為信心帶切加喺上帝嘅面前，上帝有喜樂。上帝喜樂有信心，因為到冇信心嘅人冇能夠上帝嘅面前，係嚟晒嚟到上帝嘅面前，嚟到主耶穌嘅面前，要有信心。冇信心，上帝唔合意。阿們。一度係出嚟嘅希伯來書以弗尼11:6咁樣講到。希伯來書11:6咁樣講到，但係冇可能係講你冇可能嚟到上帝嘅面前嘅合意你，係講你冇信心。意思講你要嚟到上帝，要信心，冇信心冇可嚟到上帝嘅面前。所以講一個別啲，信心十分重要。信心係咪呢？信心一個英文講我iman，阿們，哈，有信心。自家就嚟到上帝嘅面前，自家有信心，自家嘅禱告嚟到上帝嘅面前，嚟到天父嘅面前。哈利路亞！所以呢個信心唔好要擔心，唔好要知道擔心我要少年樣嘅咩千萬嘅信心，信到信穩。阿們，一個字你們講唔好ragu，唔好變崩啊！千萬，阿們，哈利路亞！啊！呢度係第二講我第二信心十分重要，但係呢，因為信心能夠帶自家去到上帝合意，阿們。第三嚟講，信心能夠幫自家強嘅力量，自家有問題有痛苦，但係自家有信心，自家要得到強嘅力量、強嘅精神，因為自家相信自家信自家嘅上帝、自家嘅救主能夠降加嘅力量。降加嘅新嘅精神，本自家對付一切嘅社會嘅問題，對付一切社會嘅痛苦，對付一切社會嘅不切。阿神要信心對耶穌基督，佢充滿新嘅力量本嘢。一個講到邊呢？以弗尼11:11，希伯來書11:12。因為到信心，呢個撒拉得到一個力量，生長嘅一個子孫，雖然嘅一個歲時十分老了，十分久了，呢個就係因為到佢從呢個撒拉老了，就是各個思想老人7-80歲有生長，係咪呢？但係叫做信心能夠傳子傳孫下嚟，因為佢要強嘅信心能夠俾佢強嘅力量，要信心要話強嘅力量和相信上帝講出嘅話。雖然你係攞，但係上帝講話，下日我祝福你成長。呢一個亞伯蘭กับ呢一個撒拉。cái khi khi song ti còn phá bên kia, để cái Abraham so thay dõi gì, tụi yêu 70 岁, tụi yêu 70-80 cái lòng sắp bao con nhà ăn lò leo,但係然後等到18歲、90歲就成長嘅嚇，也係好多冇講10年咯，就有種冇20年人種啊，但係信心也係要入內心去定嘅喎，係咪呢？因為自家生下禱告，主耶穌支持我，生下上帝，猛係人送變下進去支持嗬，要加計按照要加計時間，上帝嘅時間，但係你係要信心嚟去相信上帝講出嘅話，阿們，哈利路亞！因為自家啲呢一個老人80-90歲、90-100歲呢一個老人Abraham，按照Abraham咩嗌又按照Abraham，特別咩嗌聖經度講嗌啊。cái 90歲奔8ai còn奔 8 歲，你8歲就như tao sẵn hiểu hắn hiểu giống anh nặng mà
60、70很曉啦，嗬，100咪冇咩曉嘅知道。但係上帝講出嘅話，叫做信心，相信上帝嘅話，得到強嘅力量，能夠伸張蘿蔔隔蘿蔔咩？能夠用出一扎，按到一撒，或用出春子春孫，春夏要切加到撒。哈利路亞，阿門。所以信心十分重要，信心本一個強嘅力量。呢個亞伯蘭和呢個撒拉得到強嘅力量，要信仰。雖然你8歲和90歲，佢要用出呢個以撒，春夏要子孫，因為上帝講話，呢個子孫日後有呢個天堂嘅新人道，呢個海邊村嘅沙人道佢講，根本日用出呢個全世界幾多milliard咯？10個milliard啊，人類啊，係冇樣嘅唔記得了。包括呢10分到15錢，有天堂嘅新人道，信得錢啊，信錢緊。嗱，呢個信心十分重要。第四嚟講呢，信心十分重要，但係呢，因為到信心能夠帶出家去得到上帝창出嘅話，阿門。要耐心喎，睇先啦，睇先是本個強嘅力、強嘅心嚟等上帝嘅點解창出嚟？呢啊人信心能夠帶出家去得到上帝창出嘅，在聖經裏啲上帝창出假千假萬嘅창出你寫到，但係即刻要有強嘅信心，才有得到；也要信心，才有帶出家得到。阿門，哈利路亞。呢個羅馬書第48節那樣講到，呢一位講我呢個亞伯拉罕，叫羅馬48、19，雖然冇何希望，但係呢個亞伯拉罕大膽很相信，因為到佢能夠做呢個世界呢個民族嘅阿爸。啊！呢上帝傳出邊嘅話講出邊話，你日後能夠信仰做呢個世界人嘅民族嘅阿爸，結果用出緊，睇新緊緊，半嘅力量又用緊。接喺19嚟講，因為佢嘅信心唔係弱，雖然佢啲佢嘅身體按弱了，90、100前弱เอานะ係咪นะ？弱เอานะ，嗱佢一啲嘅身體弱，但係對於一個上帝講出嘅話，佢嘅信心唔係弱。佢下兄弟姊妹要得到乜嘅痛苦，得到乜嘅問題，得到乜嘅唔順嘅，呢個信心會增加強，會相信上帝嘅話。上帝耶穌基督在聖經度啲寫出嘅話本時間，時間相信，時間能夠接佢창出在聖經度呢啲寫出嘅。聖經度寫乜嘅呢？佢本意平安，本意快樂，本意喜樂，本意前途，本意得到永久嘅生命。攏從時間得到嘅창出嚟，阿三要信心，阿門，哈利路亞。嗱。加熱計嚟，第5嚟講到，但係信心很重要呢，信心能夠帶出家得勝隆重一切。但係呢，因為呢個社會咧係到10分多一家對付嘅，10分多一家對戰嘅，10分多為嚟到一家嘅生命中，10分多問題為嚟到一家嘅家庭度，一家嘅生活，一家嘅還有各樣嘅問題不實。為嚟到一家嘅家庭度，為嚟到一家嘅生理嘅方面，為嚟到一家公婆嘅方面，各樣為嚟到，但係信心能夠帶一家得勝，對隆重一切提升嘅嚴度嘅。但係呢，因為到呢個約翰福音5第4、第5節咁樣講到，因為到信心能夠帶一家去得勝，對隆重一切，呢度第5嘅。呢個經書用人講是嗰啲約翰5第4節，約翰書第5第4節咁樣講到，隆重從上帝裏出世嘅大將呢個世間，因為到呢個世間出係咪嘅大將？信心大將，透過自家嘅信心，自家能夠大將呢世間嘅痛苦、世間嘅問題。世間嘅不實，自家能夠讓能夠得勝，透過自家嘅信心，
因為這個從上帝嘅出世嘅，出世咩意思？這個相信主嘅人，主係上帝嘅出世，這個信嘅，這個要強嘅信心，能夠打贏一社會世間嘅痛苦、世間嘅問題、世間嘅逼迫，你能夠贏，能夠得勝，阿神嘅信心係強，係相信，係真，唔好擔心。阿門。聖經講，唔係我講，阿門。阿神要強嘅信心時間能夠打贏，今下嘅五啲隆重兄弟姊妹，你嘅生命中，或者你嘅家庭度，或者你嘅生理方面，你工作方面有乜嘅問題，本用強嘅信心，相信耶穌能夠改變一切，阿門。你相信佢能夠幫你聰明智慧，幫你嚟開路，幫你帶你得勝嘅路，你咪佢前面嚟做。佢樣啲，你係人民過，再加上啊假啲、白啲，咩樣過，再加錢過。人呢本講索豆，白啲，係講自家要聰明智慧，自家係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禱告，等人係佢幫你聰明智慧。我呢咩樣過嘅，呢係樣銀行嘅，呢係樣辦嘅，我呢係謙卑嘅，我呢係人良機嘅，我呢係要奶嚟，佢開路滿自家。講一個白啲，唔好白啲。而家生係人白啲，你白啲嘅行錯路一擺，係冇啦？阿門。嗱，一個約翰福音約翰書第5節樣講到，係撒但讓呢個世間除了相信自家。耶穌係上帝嘅兒子，相信耶穌嘅人要強嘅信心，和打贏呢個世間按到痛苦、按到問題，還猛講，還要啲寫自家看到，自家要強嘅信心，自家能夠打贏呢寫嘅10分貴，自家越講耶穌基督嘅名，佢就是冇名，阿神嘅信心係真，一生寫。生鬼人突然會即刻講嘅腳尖嚟噶，係冇啦？你相信你是兩公婆嘅講俾你牙管那邊就朋友家，你日下不嘅問你日講唔啱，叫個吞下骨嚟嘅腳尖嚟，係兩啲戰爭嘅事，你信心要，你耶穌基督你就可以嘅就成，一生寫都難搞啊！你講緊兩句背叛背頭筋啊，係冇啦？講一個別啲阿里摩，啊，冇人錯啊！哦，感謝主，破朝本主耶穌，信心帶自己得勝隆重一切，你係兄弟姊妹因為痛苦，信心對耶穌基督能夠得勝。個寫嘅睇成係講好過唔是驚哦，但係呢，因為是家嘅靈，上帝嘅靈呢度係太過一切隆重世間嘅靈，阿門。哈利路亞，在上帝嘅方面，自家一天得勝，阿神嘅信心揸滿嚟在耶穌基督，還有一個信心能夠帶自家順服嘅忠心對上帝，阿門。自家要信心嘅人，自家能夠順服上帝嘅法，自家要忠心嘅心對上帝。阿門。哈利路亞。呢一個以布拉尼11第7節按樣人講到，因為到信心呢一個奴就上帝指點，萬有看到嘅就上帝指點，佢順服做一個提升，在嘅動仆當嘅啲，做上在動仆當嘅啲。落樓嗎？人做上在海邊順，勸講順，但係上帝佢做出動盪嘅，唔落樓嘅，係計時期佢做家信所講，譬如要8個人夾8人，你知道錢多唔好聽嘅話，嫌佢嘅講佢嘅呢隻奴，我度奴不抗做上在動盪，係咪啊？隆重人唔係聽。但係呢，因為計時期幫拜上帝係發呢一個人類隆重變安排，上帝係消滅隆重人類，所以
chiều li ca bộ nhân anh ta nú ấy chỉ ca bộ siêu xịt bát sát tì cái xe phò cả cái sim kêu lung tung cái kêu đó tao mày nè dân bởi cái顺phúc song tì cái mệnh lệnh kêu dạ trung sim cho song tì cái phá hi cho sẵn cho đồng đẳng順phúc cái cho sẵn này còn nhá các bạn đi hình như ta đã順phúc cho sẵn đồng đẳng còn bạn nhân xong ha như ta đã mua dạ trung sim hi cho hay mà nè một phiền ngay những cung phố lũ ship xoay cái lũ ship nhân cho hả dưới tao trung sim hay mà nè nhân trung sim hồ chiếu xin nè ship nhân cổ thăm nhị ship nhân thăm 30 nhân mà miền ngầu trung sim hay mà nè但係呢個奴是分中心順服上帝嘅法，上帝叫人做雙相等，講8人同等嘅做，因為咩啦？上帝係落병太水下嚟，佢係講嘅聖經就係就嘅時間上咗嗬，上帝嘅落上，隆重同物列對大落上度，呢個順服嘛，如果大家借落慢，咪啲借落行路慢嘅意思，係冇啦？假如大家飲沙又乜落了啊？假如大家啲乜嘅各樣嘅動物錯盲要落，其實要落，最難帶出去夜浪嘅事咯。慢慢要人去，係咪啦？各樣動物嘅帶落去，但係佢順服中心，聽上帝嘅話，隆重帶落去嘅，帶熱對，結果熱上到大上動物，假日人類是白沙。cả luôn cùng thùng mút cùng hà xoắn tụ cái tết như ai mà như mình nhớ cặp dạ hắn dùng tin nhiều như lầm bù hắn dùng tin mày cả như bởi oxy đâu cái tết ta đắp xuân phúc này còn tốt ở nhà mình ta đắp còn hiếm ăn chiềuแล้วli cayแล้วcả dùng cung chuông du cái mày hay mày chuông nhau cái phụng hiển chẳng ấy mày ơi à tapi nu di kabu umbai di xuân phúc song ti cái boy hay mà nè còn nhớ gặp đẹp đi ai tết song ti cái xin giá ai xuân phúc đại sim trung sim chết sim họ sẽ phân tích cái chỗ kết quả時間到上帝降提水四散親水嚟水個個動等唔知道咩得隆重人類時超隆重同物冇落上嘅時超咪意思นะ隆重係嚟上帝嘅神，你係呢度錯人，隆重嚟到上帝嘅神，相信耶穌基督，信心係耶穌基督一叫主，你落到上帝嘅神，你得叫，唔係定死齋之咩？唔係定處罰，就係有人嘅意思。隆重落上度嘅得叫，加入同不隆重，8人類嘅啲，因為佢順服，信心帶佢去得叫。隆重你下即刻你操人，就信心落耶穌嘅信，在信心嘅方面，隆重得叫，唔係定處罰，咆哮不是家嘅主耶穌，哈利路亞。hắn như lihat kayak Abraham Abraham 順服，當上帝喊佢出世嘅把嘅咩嘅部卡啲，padahal nanti hibutit 上帝喊佢去搬嘢嘅地方間你穩定嘅祝福你。tapi nanti butit himo kongcang hegi kong sika song tem sika dia ni kun tian untuk head alasan sika han ti yat thì phong ngắn dia apa lo ni hi on ja boy mo xin mo mai nung si ka ki chúc phúc cái kiểu但係佢順服同上帝嘅位佢去到ja thì phong on到加拿大春子春順世嘅啲要見半日Abraham嘅名見半日即係很聽到。阿伯羅漢嘅名，即係見半日很聽到，嚟晒相信阿伯拉罕，即係得嘅福氣，即係阿伯拉罕嘅子孫。阿門，哈利路亞。誒，唔係很要咧，很要計時間就到，很係聽閪嘛。但係信心重要，因為信心能夠帶自己得到上帝嘅信價。要信心，要信者，阿門，哈利路亞。講我信者，我要相信你咋，其實我同名係冇有，望拜你啲不能扮面，係而家同人講啲咪講我家不傻係咪？佢約到假8,000日練，
人人佢當人當中揀人嚇，又何夾8,000而家電了，係佢要落蝕子500夾8,000很有嘛，係冇咪落蝕冇咪嗬，個動筆咪配到準做卧底，係冇นะ？但係叫入信心，ต่อ下ต่อเก่าแค่ไงดิติเมียนไงหอชิวเพราะเสียวเป็นจุยาสู因為到信心能夠帶自家得到上帝嘅信仰，見當朝眼啲隆重兄弟姊妹要咪問題，劈陣一嘅強分分，強肩棒棒，劈陣一腳身音，有骨痛，骨上夾，夾打，要信心，求耶穌，你能夠得一嘅信仰，阿門，哈利路亞。係講上帝去做信仰，10分該。生下上帝練自家嘅信心，去求主咩講熱度夠超冷鬆河。睇身嘅講係自家真相信主嘅人嘅信仰10分顯俾自家看。但係呢，自家很寫貨，係信了好多好叫了，別實要嘅期限。但係嘅練自家嘅信心，信心冇練，你講要信心係冇練，啊會 connect 到นะ，係冇นะ？但係人間開始信主，按歸信啊，佢了ทุSD not 好量啊，是信上高幾嘛嘅長本幾間啊，你突要高中了這間嘢求持咗吧啊，即係用嘅了信心係要練，將啲人嘅信心進唔進，強唔強，要做又冇做嘅信心係咪啊？嗱，係上帝係做接本句，個幫水基熱講大林南嘅耶穌都冷鬆有行啊，係冇啊？接本句，計察阿姨。cái chả gì xoay bà đi cái tập băng hết rồi dịch chả li bài theo hiện dịch linh但係我都晒到了舊本嘅內心同嘅相信耶穌嘅救主，你啊睇身嘅講，dịch chả一陣生lên生下模樣，破咗本做，10分都見錢可講。因為而家係上帝全能嘅，信心能夠俾自己平安，俾自己喜樂，俾自己開心。信心能夠帶自家帶到天上，能夠做表托出快嘅生死，快嘅心能夠托出，因為自己要信心，阿門。信心能夠帶自家去榮耀主，自家嘅生命中榮耀主，信心能夠本自家嘅心侍奉主。我想cầu kim cầu cứu上來。有信心嘅人能夠帶自家有熱心，有跟你同心隆重兄弟姊妹，阿門。因為有信心，有上帝嘅愛呢度，自家變有隻咪恩禮嘅心，有隻喜樂嘅心，有隻偏錢嘅心，有隻愛嘅心，阿門，哈利路亞。係講緊為佛像冇隻愛嘅人，自家要嘅記號嘅信心，或者嘅信心有問題，阿門，哈利路亞。còn nhớ cặp nhất thì xin ra buồn này. Hallelujah. Nah, jika kiong là jika bài chủ tổ cầu. Hallelujah. Hallelujah. Cảm ơn nhé Chúa. Hallelujah. Hallelujah. Ngài cho tài khéo ngài xin lại từng nhà cái miệng thiện. Giê-xu ngài Chúa ngài相信你. Giê-xu ngài Chúa ngài kính拜你. Giê-xu ngài Chúa ngài chính ơi你. Giê-xu Chúa ngài
要門體要痛苦要病痛一個戰兆嘅行為，做小病嘅心關係，我哋推動啲禱告，佢而係托耶穌基督嘅聖者做本義兄弟姊妹。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你可能一個福音嘅講了本基督啲，要信心能夠得到永久嘅生命，要信心能夠得到上帝嘅喜樂。有信心能夠得到上帝嘅力量，有信心能夠得到上帝창出嘅應許，有信心能夠將一切一個世間嘅問題，有信心能夠帶世界順服上帝嘅命令，有信心能夠帶你得上帝嘅信息，見到有乜嘅病痛都好，上帝你看一個小強來，有乜嘅病你主你啲，你個病。看到嘅係耶穌基督嘅名，透過一個變相一個病得到醫治，身體得福，身體得健康。係耶穌基督嘅名，乜嘅病都好，連消滅得係耶穌基督嘅名。好，就本主耶穌，你做新約本嘢，哈利路亞。在我心中裏，你係最後改變的。你用耶生命來拯救我，在我心中裏，你係最後改變的。你用耶來生命祝福我，在我心中裏，你係最後改變的。你用出到陣呢，自己嚟看別係現貨。今日時間切家去本奉獻，落門時候，同工要發善台本切家到啥？弟兄姊妹奉獻，業落善風台氣，家下散會弟兄姊妹業盡相度，推門順街。送我有得同工，恭喜你到啥3月份生日啥，恭喜弟兄姊妹生日快樂，聰明富貴，上帝祝福。客家聚會每日拜六4點出席嘅傳統禮。阿叔阿姨阿哥係บุคคล要生日，個子含基督徒來青年及少年嘅聚會，每日拜六6點半暗頭。今下我通知弟兄姊妹哋，即係傳統要兩年聚會，每日禮拜。第一堂嘅聚會9點，第二堂嘅聚會到6點暗頭。上帝祝福大家。那พอเสียวเป็น上帝，พอเสียวเป็น主耶穌。大家睇得撐了，大家攞一下要撳我啲計線เป็น用計一台，啲計線風台，大家嚟準備將大家計奉獻，大家企上來，大家企上啲計奉獻嚟。主耶穌感謝你，一個恩典，一個愛惜本台定嘅到啥，今日嘅到大嘅到嘅奉獻，在耶穌基督嘅名嘅到啥親像嘅奉獻，大家齊齊嚟講阿門。大家嚟祈禱一個詞語。
台定嘅都生，天堂嘅禱告本地日一生嘅哋隆重一字主感謝你，透過呢一個熱演嘅當中，你家陣家歲生日，隆重一個肥耀生日，上帝祝福佢平安健康，家庭平安，頭腦身法平安，自信平安，得到上帝嘅恩典，上帝祝福順順利利，感謝你主耶穌，我都要感謝主，天地呢個慈悲從頭到尾，家庭亦都係準，我相信神靈天地呢個路，但係都準得無卡順順利利，用啲字咪冇即刻企向上朝嚟。上帝嘅愛，上帝嘅恩典充滿落切家嘅心中，因為上帝錫切家，佢獻出嘅嘅錫，佢死嘅復活，為了蒙眾切家，先佢實得到永遠嘅生命。神靈唔是離開切家，佢獻大切家，大切家係得勝嘅路，在耶穌基督嘅名切家感恩切家禱告，接到上帝嘅福，享受呢個福，切家切切嚟講，阿門。上帝祝福大家，我將隆重姊妹拖手當人。